再來看這世界曲球年會比賽，今年攏總是有33個嘉賓師來參加。咱台灣的嘉賓師林兆興呢，是以細型、長暗綠，也個鳥型的圖，摕到今年的世界冠軍。用上頂尖的感情，佇咧嘉賓頂面溜花，每一步攏真重要。甲目睭點入去，佇桌頂扣一個高水的細型就出現啦。這是2026年 WCC 世界溜花大賽代表台灣參賽，得到世界冠軍的林兆興。備賽期差不多有4個月左右，就是每天的練習，我大概早上9點半到10點開始開機練習，到下午的5、6點。就一天大概8個小時，所以一天大概練最少有100倍。林兆興的專長是動物溜花，這屆決賽伊準備細型、長暗綠、小鳥型3種動物去比賽，每一杯攏足傳神。要參加世界比賽進前，需要先得到台灣的冠軍，才有世界門票。林兆興對2019年開始參加台灣溜花大賽，參加6屆台灣比賽，攏總摕到3屆世界賽門票，這屆伊總算摕到冠軍。2020年、2023年，攏得到冠軍。啊，毋過伊佇世界迄當陣進入決賽，毋過得到第3名。這屆去美國，就得到世界冠軍。世界溜花大賽是全球嘉賓界上有指標性的競賽之一。這屆攏總有33位的世界級嘉賓師參賽，經過3天的競賽，摕到世界冠軍。這一路以來，伊感謝伊的女朋友，支持伊的夢想，陪伴練習，才有機會用嘉賓，讓世界看到台灣。記者陳亞軒、林旭凱台北報道。